向前踏荣光之年。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要来进入罗马书第16天的共读。今天早上我们要请林杰瑜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亲爱的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星期一的早晨可以一起来这边领受你的话语，一起来敬拜神。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主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待会在读经的时候都能够认真的读，也能够将你的话语读进我们的心中，赐给我们智慧能够领受，也祝福牧师的口，透过牧师的口来传讲你的话语，让我们在今天的一天当中能够将你的话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在工作或是上学或是生活当中的每一刻都能够感受到神的爱在我们的心中。接下来我们要读经，请保守我们读经的过程能够一切顺利，能够认真。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在罗马书的第2个主题就是神在称义上的公义哦。那我们昨天看到的就是亚当和基督的比较，亚当使后裔都因罪而死，但是基督使亚伯拉罕的后裔都因信而称义。那律法虽然在罪恶当中、死亡当中是让人只看到60分的生命，但是信心的盼望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可以看到朝着神的完全来前进。亚当跟基督的比较就是罪可以借着死来掌权，但是恩典也可以借着义来掌权。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每个人都沉沦，而是我们可以看见在绝望当中、死荫当中有上帝的救赎，所以使人可以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得着永生。所以亚当带来的是过犯、定罪和死亡，基督带来的是恩赐、称义和生命。亚当使人成为罪的奴仆，但是基督使人成为上帝的儿子。那这是从第5章一直到第8章所要来呈现的。那今天要看的是进入第3个主题，就是神在成圣上的公义。那从6章1节到8章最后一节39节，那这三章要带领我们来看从因信称义如何进入到因信成圣，而这当中成圣的过程就是要使神得着荣耀，来荣耀上帝。好，那这是我们要来进入的6、7、8、3章。那第6章讲到了基督徒要如何胜过罪的权势，第7章讲到信徒对律法的关系与律法的关系，第8章讲到信徒的得胜是由借着圣灵来达成，不是借着自己，也不是借着肉体。那今天的第6章呢，分为2个部分，上半段讲到基督徒对罪的律，就是这个罪的定律呢是没有办法胜过，是死的。那如何死？那6章的下半段讲到基督徒对罪的习惯、习性，对罪的生活呢，也要是死的。所以不论是从这个属灵来看，或是属肉体来看，那基督徒都要活出一个与基督同死的生命了。那6章1到14节，是相当短但是也是相当的复杂那所以需要花多一些时间来消化吸收。那么再复习一次，就是1到3章讲到世人的重点，就是世人都犯了罪，无法逃脱罪的刑罚，因为罪的刑罚就是死。那3到5章，从3章20节开始，基督舍己来救赎世人，使相信基督的人都能够被称义的恩典。所以这整个因信称义的基础，从第3章一直到第5章的结论。那第6章到第8章讲到基督徒要重生，就是要得到新的生命，要靠圣灵来超越律法，来荣耀神。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这个重点的时候，我们在读6、7、8这3章就会比较容易消化来吸收。好，那今天的14节当中1到5节是回应昨天的5章20节，就是过犯增加，
加添律法使过犯增加，罪在哪里增加，恩典就在哪里越发丰盛。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是不是可以继续在罪的当中，让上帝的恩典更加显多？保罗说绝对不行。那6到7节讲到我们必须要与基督同死，因为旧的我跟基督同定十字架，所以我们被罪控制的身体就不再产生作用，不再做罪的奴仆，是脱离罪恶的权势。8到9节讲到我们与基督同活。我们相信与基督同活，就相信必与基督一起；相信与基督同死，就相信必与基督同活。知道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就不再死，神不能再控制他。所以向基督的死是只有一次向罪来死，但基督的活是永远向神来活。所以基督徒同样向罪也看自己是死的，向神看自己是活的。好，那所以12到14节讲到基督徒对罪跟对神的态度要非常的清楚，不能模棱两可。那这是今天1到14节要讲的内容。好，那么先请婕妤带我们来读第6章的第1节到第5节。那么我们该怎么说呢？我们该继续生活在罪里吗？好让上帝的恩典显得更丰富吗？当然不。从罪这一方面来说，我们已经是死了。我们怎么能继续生活在罪里呢？你们一定知道，我们受洗和基督耶稣合而为一，也就是受洗跟他同死。借着洗礼，我们已经跟他同归于死，一起埋葬。正如天父以他荣耀的大能使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同样也要过着新的生活。如果我们跟基督合而为一，经历了他的死，我们同样也要经历他的复活。好，谢谢。在这一段当中，就是刚才提到5章20节，过犯增加，恩典就在那里越发丰盛。那我们可以如何回应？继续留在罪中，让上帝的恩典显多吗？保罗的回应是绝对不可以。所以第1节说我们要怎么保罗说我们可以继续在罪中使恩典上帝的恩典显得丰富吗？许多人误解因信称义，就会有一个错误的结论，就是信耶稣就可以有了天堂的通行证，所以不管做什么都可以进天堂，做什么坏事都没有关系，反正耶稣都能够拯救。那所以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思想，甚至保罗在后面会再提到说是把基督重钉十字架。而这里的罪呢，继续在罪中生活，不是说偶尔的犯罪，而是决心，是一种态度，就是继续在罪中，那就是继续不要活出上帝的形象。如果我们把1、2章的重点抓住，就知道保罗所说的罪呢，不是只有指犯罪这种各种的罪，而是指没有活出神的形象，没有荣耀神就是罪。第2节说，保罗说当然不行。从罪这一方面来说，我们是已经死了，怎么能够在罪里面继续生活呢？因为基督徒的身份就是一种对罪死了的人，对罪是死的，就是没有犯罪的能力。因为我们基督徒没有不活出上帝形象的理由，所以我们基督徒都是要来荣耀神，就要活出神的形象，怎么能够继续不荣耀上帝的形象？所以这个罪呢，不是只有指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是我们整个生命呢都要来活出神的形象。死呢，就是说我们已经死了，死了代表基督徒是在过去的某一点，他知道自己是罪人，没有活出上帝的形象。当他知道自己是罪人，并且要活出上帝的形象的时候呢，他就是在罪死，他就不活出上帝的形象。那这个死的意思也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死，不是说我们生命断气没有心跳的死，而是在法律上来讲，他已经不再是罪人的这个状态，而是他已经知道要荣耀神，活出神的形象。第3节你们一定知道，我们受洗跟基督耶稣合为一，就是受洗跟他同死。所以受洗归入基督，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受洗，但是就是与基督合一。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跟基督合一呢？就是借着受洗这件事情。那受洗不是说洗礼或是点水礼、浸水礼或是洒水礼，而是心里的割礼，就是一种心中与神立约，是一种相信。第4节说，借着洗礼，我们跟基督同归于死，一起埋葬，正如天父以神的荣耀大能使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要过着新的生活。所以洗礼有2个动作，一个是进去，一个是出来。
那我们在点水里洒水里当中是没有这样子的过程，但是就是一个代表用水来遮盖。那洗礼呢，使我们知道我们跟这个进到水里面去，就是与基督同死，而从水里面出来的，就让我们知道说与基督同活，所以是一个从死里复活，是一个新生的样式。所以一同埋葬，就是跟谁一起死，跟谁葬在一起。所以圣经当中只有罗马书第6章第4节跟哥罗西书第2章12节有用到这个一同埋葬的这个字，那就是葬在跟耶稣埋葬在一起。所以跟他同死的意思就是当耶稣如何在墓穴当中，我们好像也就在那个墓穴当中与他同死。第5节，如果我们跟基督合而为一，经历他的死，我们同样也要经历他的复活。所以我们在死的上面跟葬在耶稣一起，那耶稣复活，我们就会跟他复活一起。所以在形状上，和本是说我们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合一。好，那这个形状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形象或是样式，基督如何复活，我们就与他与他同样的复活。所以与他合一就是与他联合，就是跟基督有关联。所以这个是我们不是继续活在最终的态度，我们是要脱离罪，要荣耀神，活出神的形象。而关键就是借着洗礼，而洗礼代表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然后成为新造的人的过程。在保罗当时的基督徒呢，当代的基督徒受洗这是一个洗礼的仪式。那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特别提到洗礼的地位。那在罗马书第4章也讲到割礼，所以这第4章第6章对照起来看的时候，基督徒的死就是与基督同死。有4种的死，一种代表法律上的死，就是基督死掉的那一天，2000年死的时候，2000年前我们已经与他同死了，这是一次性的死。而第二个是受洗的死，就是我们受洗，不管是谁受洗的那一天，我们也死了，就是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归入上帝的名下，基督的名下，这也是一次性的死。第三个是道德上的死，就是我们每一天对神认罪的时候，好像但以理1天3次的祷告，时常的认罪，那这就是一种向罪来死，是一个道德上的死。这个是有时常性的无数次的恩赐的，只要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都不断的向罪来死。第4个是末世的死，而是不是就是我们肉体死亡的那一天，好，那进入到永恒，进入到永生，那这也是一次。所以人人都有一死，好，这个希伯来书说的。好，所以死呢，好，可以有这不同的死，但是呢，我们跟基督联合，基督的死就跟我们的死呢是联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可以从基督的死来预想我们在我们离开世上死的那一天好的样子，就是与基督来联合。在当时保罗初代教会接受信仰是相信就立刻受洗，不过这也是有条件，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对上帝不是模糊的，他们很多受洗的是犹太人，是他们已经从小就相信上帝，甚至对上帝的关系都比我们还要认真的追求，比基督徒还认真，所以受洗得救在当时几乎是一体两面，是一件事情。但是保罗用受洗的经历来阐述救恩的实际。当我们今天许多基督徒因为相信，可是还有种种的理由，家人同不同意，家中还有偶像，还有其他的神明等等，外邦人受洗不见得能够像犹太人做当下立刻的决定。这个在使徒行传也有这个第8章，埃提阿伯的太监，他读了以赛亚书，他都已经在读圣经，他相信马上受洗，因为他都已经在读圣经。但对很多基督徒来讲，我们根本就是才第一次听到耶稣，圣经还没有读过就要受洗。那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有这个初信造就，既要真理，要这个 A1 的课，就是要让他们先明白，把过去所不认识的能够认识清楚明白，才受洗，才能够发挥做信心的作用。所以我们还是认为要说受洗得救呢是看成2件事情。但是不管如何，我们要知道我们受洗的时候就是决定要跟基督一起死，而放弃这个世界的一切，不再向罪来活，而追求获得脱离罪恶的新生命。这是我们要永远牢记的。好，接着再请结语带我们来读第6节和第7节。第6节，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我
已经跟基督同定十字架，为的是要摧毁罪性的自我，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人死了就脱离罪的权势。好，那在这段当中，好，就是6、7讲到与基督同死，好，8、9讲到与基督同活。与基督同死，就是知道我们的救我跟基督同定十字架，所以我们被罪控制的身体就不再发生作用，我们不再做是罪的奴仆。明天会讲到我们要做的是义的奴仆，上帝的仆人，因为死人是已经脱离罪恶的权势啊。所以救人是指为信靠耶稣之前的整个人，而罪身就是指罪的身体，就是罪控制的身体。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活出神的形象，我们的身体就是不由自主，我们没有办法去彰显出神的柔美。但是我们又要活出神的形象，我们就能够借着我们的肉身来荣耀神，彰显神的同在。这个使罪身灭绝，好，这个灭绝就是让罪的身体不再活动，不能再发生作用。脱离了罪呢，就是称义啊，就是在罪的当中被神称为义。所以借着基督的同死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我们就能够有最终称义，罪就不能够再左右基督徒的自由意志。所以基督徒在地位上就不再是做罪恶的奴仆，因为他已经有一个立志要行善，立志要活出荣耀神的生命，而他就不再是要被罪所管辖，他就罪呢就渐渐，但是不是一次性的，是持续不断的，持续在发生。好，再请杰宇带我们来读第8节、第9节。如果我们跟基督同死，我们信也要跟基督同活，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不再死，死也不再能控制他。所以与基督同死，就知道如何与基督同活，好，而且知道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已经不再死。所以我们相信我们与基督同复活，我们也不再死，因为死不能够再控制我们的生命。同活的意思就是住在一起，一起生活，所以不是只有会呼吸而已，而是一起的生活。从死里复活呢，就是从死人的当中，所以死人当中有人还是继续死，但是因信称义的人就能够在死人当中与基督同活过来，如同亚伯拉罕看自己如同是已死的人，那他的太太生育已经断绝，子宫已经死了，但是他只要仍然相信，又能够活过来。他不是走入坟墓，而是继续的走入在永恒的历史当中。而死就不能做他的主，就不能够统治、支配、控制，就是一个王的意思啊。所以死亡统治所有的人，做了众人的王。而死也控制了耶稣3天，虽然不到3天，但是过了2个晚上，就是耶稣的复活，说明他已经挣脱死亡的控制，而这个事情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从亚当到基督，所以亚当是头，基督是另外一个头，亚当开启了死亡的头，基督开启了从死里复活的头。好，接着再请杰瑞带我们读10、11节。第10节，他的死是跟罪决绝，一举而尽全功。他现在活着是为上帝而活。同样，从罪这方面来说，你们也要把自己当作死了，但是在基督耶稣的生命里，你们是为上帝而活。所以不可再让罪支配你们必朽的身体，使你们顺服本性的情欲。好，谢谢。那基督的死呢，是一举尽全功啊。好，那就是只有一次。好，那一举尽全功，这是现代中译本加上了翻译。好，那这意思是比较完整，就是他一次的举动就尽就是全部，就是完成全部的功效功用，所以不再需要靠任何的加添，不再需要靠任何的人加油添醋，不再需要靠律法再加添什么事情，而是基督他就是透过他的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所以基督徒应当要像基督一样，像神是活的，基督徒要像罪看自己是死的。所以基督的死，基督的活，就是他死的那个死，他活的那个活。好，所以是看重那个基督如何死的死，跟他如何活的活。好，那这个是一次
一举进前功就是一次，而且就是只有一次啊。好，那一举进前功呢，好，我们可以在罗马书第6章第10节跟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6节来读到。好，那在圣经当中，好，那这个字很好用，好，就是耶稣一次的举动，一次的行为，一次的义行，好，那他就完成了所有的救赎。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这是上帝长久来的预备。那这当中有很多的关联，好，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包括耶稣这个玛利亚先生为约瑟，好，还有很多上帝的应许，好，是环环相扣，才能够到了耶稣基督的时代一举尽全功。基督向罪死，指的就是在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决定性的结束基督跟罪的整个关系，这个就是永远的断绝，不再在罪恶底下，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同样在一举尽全功这件事情上面，从罪方面11节，从罪方面来说，也要把自己当作死，但在基督耶稣的生命，我们是为神活。6章11节，这是罗马书从一开始到现在第一次出现命令句啊，而且出现命令句之后呢，就会后面不断的持续出现。好，那这个命令句呢，表示这样的出现，表示说前面的章节都在描述的现况，或是上帝已经为我们成就的事情，是一个理论，而不是要靠自己得到实物。从11节开始呢，保罗就会把前面的教导的理论用来强调基督徒的生活，而且保罗是严厉命令，就是好像就是你只有这个非得这样做，不能够有其他的选择，所以他已经开始在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一个真正相信耶稣的人，把耶稣当作神，就不可能再回头去故意犯罪，顶多可能偶尔被罪恶所胜，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空间，我们顶多就是被罪所胜，但是我们不是在向罪而活。所以前面讲到说作恶以成善这件事情的想法不可能，就是都不可能出现在一个看自己已经对罪死的基督徒的身上。我们不可能用犯罪去荣耀神，用这些不好的行为去活出上帝的荣耀。我们不可能想到用这些拜偶像败坏自己的身体，用这些邪情私欲，然后呢就可以去荣耀上帝，这是不可能的。好，再请杰宇带我们读最后的12到14节。12节，所以不可再让罪支配你们必朽的身体，使你们顺服本性的情欲，也不可让你们自己的肢体向罪投降，做了邪恶的工具。相反的，你们要把自己奉献给上帝，像一个从死里被救活的人，把自己的整体奉献给他，作为公义的器皿。从此你们不可再受罪的管辖，因为你们已不在法律之下，而是在上帝恩典之下。好，谢谢。11节的命令句是这样，你们也要看自己对罪是死的。保罗命令我们要把自己向罪来死的，在基督里耶稣里对神却是活的。所以保罗命令我们对罪的态度就是要像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一样。12节又是一个命令句，所以不可再让罪支配你们的身体。好，那这个不可呢，就是不准，所以语气非常的严厉。一个就是你只可以只准，前面是11节，12节是不准，就是不准再让罪支配我们必朽的身体。而罪怎么支配我们必朽的身体呢？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命定必死的，因为人会犯罪会朽坏，而且我们的身体是身体最后归于尘土。我们不是靠着身体与身体一起归于尘土，而是靠着信心，靠着心灵和诚实，就是真理，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进入到永恒。所以不可以让罪成为我们的王，就是统治我们的身体，而活在私欲，活在欲望，活在贪欲当中。13节又是一个命令句，也不可也不准让你们自己的肢体向罪投降，做邪恶的工具。相反的，要把自己奉献给上帝，像一个从死里被救活的人，把自己整个奉献给他，作为公义的器皿。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器皿，是一个要盛装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但是我们不是在承载这一些的罪恶，所以我们的肢体呢，就是指
我们的 member 或是任何一个 part 或是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呢，好，都是要来荣耀神。即便我们只有一个眼睛，只有一个手，但是我们的一个眼睛、一个手、一个脚都能够来荣耀神。所以哥林多前书12章、古罗马书，还有这个以弗所书讲到，就是我们要如何与基督连结，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体能够连结荣耀神，我们才知道在教会当中如何的与其他的肢体一起来连结。我们自己的身体都一直控制不了，雅各书我们的舌头就是没有办法控制，一直在犯罪的时候，我们跟其他的身体连结的时候，也是一直在教会里面犯罪，所以我们要攻克己身，就是要叫身服我，就是要让我们的身体肢体要向罪死。所以为什么教会会罪人在一起？因为罪人都没有去学习控制自己的身体，停止自己再去做犯罪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当我们能够停止下来的时候，我们跟其他的肢体才能够去影响他们。所以这个把肢体献给，就是奉献给神呢。这是罗马书第一次用这个字，奉献给我们的身体呢，是要来献给神。献的意思就是把使用权交给上帝。所以我们的身体是给上帝使用。我们早上起来，我们的身体要献给上帝来使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的心思意念，把使用权交给神，做器具，义的器具。这器具指的就是工作上或是战争时所用的工具。所以我们本身就是来 fight， 就是在与罪在征战，就是要抵挡罪恶，抵挡魔鬼，抵挡吼叫的狮子，就是要把身体当作义的器具。所以这个会一直连续到第7章，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概念。所以基督徒要如同从死里复活的人，把自己献给神，把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所以第14节，从此你们不可，所以连续4节命令句，不可再受罪的管辖，因为你们已不在法律之下，而在上帝的恩典之下。所以这个是直述句，就是要事实而非要去努力达到境界，就是我们只能够去在上帝的恩典下，不可能再靠自己的功劳，靠自己的努力来得救，只能靠着相信。所以我们是在上帝的恩典，在上帝的权势，在上帝的指挥当中生活，不是在罪的权势，不是在罪的指挥，不是在死亡当中、魔鬼当中来生活。所以保罗要求我们为何可以要求我们把身体献给神呢？因为基督的替死已经将我们从罪的奴隶地位当中解救出来，所以我们这个重新得救的生命是基督给我们的。所以基督徒可以选择在信主的时候选择把自己献给谁，就如同这个一个王子变成王子的乞丐，他就不应该再留恋乞丐的乞讨生活，或是被赎身的妓女已经不欠了妓院老板的钱，就不需要再忍受于卖淫的生活。所以保罗他在这个当中是用温和，虽然是命令句，但是他是用温和的态度来教导我们，不是用恐吓的态度所以他在这里呢，他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做罪的奴仆就无法得救，就永远沉沦。保罗没有定这些读罗马书的信徒的罪好，如果我们得救又犯罪，就失去得救的地位。好，那所以保罗应该有理由，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如果信主又得救，你就永远沉沦。可是保罗在这里并没有用这恐吓的语气，用恐吓的意思，而是让我们选择，我们要努力的选择，不断的做出选择，每一天都是一个 fight， 每一天都是一个征战，我们要如何来胜过罪，如何能够向神来活出义的行为，成为一个义的器皿。所以我们也会讨论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进入上帝恩典，会不会才从上帝恩典当中来坠落，就是堕落呢？那在罗马书从第6章，还有罗马书的第8章，让我们知道上帝呢，他会清楚没有任何事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来隔绝，所以给我们一个保护伞，就是我们知道没有任何的事物，即便你在犯什么样的罪，只要你认识神的爱，没有任何的事都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但是呢，也有经节告诉我们，不可放弃信心。像加拉太书第5章第4节，是一个严厉的警告。
这个语气非常的重。但是在现实生活环境当中，我们不知道哪些人已经真的相信基督，在上帝的保守下，包括每一年教会都有很多人洗礼，但洗礼完之后呢，就是一个选择的开始，他有没有选择为基督而活，还是洗礼完之后他又回到他过去的生活当中？那这样的洗礼呢，就是一个昙花一现。那因为他没有办法透过洗礼这件事情来荣耀上帝，所以如果没有真的活在上帝的信心当中，那他还是有可能受洗，还是会离开。所以我们必须在受洗的人，不论受洗前、受洗后，或是现在我们是已经受洗很久的人，也要持续的警戒和劝告。但我们不用过度的紧张，担心自己会不会定力不够，哪一天就拿去就跑去拜偶像，哪一天我们就不认识神，我们就跑去剃度出家，当尼姑、当和尚。我们不用为这个来担心啊。我们要担心的是，在耶稣基督再来以前，那上帝还愿意为软弱的我们伸出慈爱的双手。但是在耶稣基督再来以前，我们若没有悔改，凭信心而活，那时候我们想要再悔改就来不及。这也是马太福音24章让我们看见的，我们要做预备，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今天这一段1到14节的经文呢，那有几个重点，就是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就是受洗归入他的死。我们若与基督同死，我们就相信也要与基督同活。第8节，12节说，不要让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来掌权，是我们顺从身体和私欲。13节说，也不要把我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工具，倒要像从死人中活着的人，把自己献给神，并把我们的肢体献给上帝，做义的工具，做义的奴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再次在早晨对我们说话，再次让我们在今天可以做出选择，就是如何为义而活，向主来活，如何在今天我们所存活的一天当中来活出神的形象，来荣耀神。即便我们每一天都要面对不同的挑战，每一周我们都有新的困难发生，但是上帝你给我们有信心，就如同亚伯拉罕的信心，是能够使无变为有，使水变为酒，是能够使人从死里复活的信心。相信你必要带领我们走得胜的道路，也盼望你使用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能够成为义的器具，让我们的身体能够来荣耀神，活出荣神益人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谢谢，谢谢牧师。留下平安。